台北的松山文化园区，即摆有台东红乌龙茶展览会，爱啉茶的人会当去品芳，嘛会当了解到新一代茶农的故事。眼前的茶桌啊，阁有规张椅啊，桌顶阁有一杯红色的茶。详细一看，这杯小茶毋是红茶，是红乌龙茶。另外一边拍茶架啊，除了有真侪台东茶农第二代相片，阁大量展出这少年茶农选择登去厝内卖发展台东红乌龙茶的故事。我也是爸爸妈妈年纪大了，回去之后，那慢慢发现说，鹿野好像除了热气球之外，大家不知道这边有什么。在去年立刻赶快跟在地的伙伴青年共同讨论之后，我们就筹组了一个共同的品牌。这少年的茶农用因的创意栽培真侪新款的茶米，让茶米有搁较侪滋味。展览现场嘛有专业的茶师教大家泡出一个好的乌龙茶，来让大家看得到说台东的红乌龙。开展期自4月初1到6月28号，若是想要了解台东茶米的特色，会使来这行行看看咧。